1960年，上海印刷技術研究所字體研究室正式成立。成立後接到的第一個任務便是簡體辭海的編纂。研究室虽然成立了，但誰來研究呢？那個時候連字體設計師這個職業都沒有。沒事，那我們退一步，就先從集齊所有懂字的人開始吧。這是袁偉民，後來從事宋一體整編的設計師。用他的話來說，那時候在老前輩面前，他還是個小年輕。我呢是1976年學校畢業，分配到上海字模一廠。這些老前輩，就是第一代傳承人呢，他們都是從系統裡面招募這些人才進入到研究所。但招募的過程并不一帆風順，研究所四處尋找設計師，有出版社工作的，有印刷廠刻字的，甚至還有職業書法家。無論什麼渠道，只要和字有關的人才都被招募進來。書法家擅長的是如何寫出一個具有美感的書法字。华中石是书法家，參加了宋一體的工作。宋一體的風格實際上很明顯的，他字形啊方正，筆形秀雅。美編擅長將漢字變形再造，在他們的眼中，設計字體更像是圖形的變化。比如說徐學成，他是出版社的設計美術字方面的一些專家。當時徐老師他們創新學的，我們加了一個喇叭頭、裝飾頭，實際上也是沿襲了中國傳統書法的起筆和收筆略微加重的這麼一個韻味。刻字工把關從平面字稿轉化到印刷簽字過程中的技術。比如說錢惠民，他是第一代代表性傳承，他呢是中華印刷廠8級刻字工，刻字很有水平。